俗语讲了好。有人签博下歌，博歌兼上命。今天来博好友是老人来博吃饱字。这人，你签哪拢无写字？袂，你开眼开始看到遐字啊？有啊，我无开眼，我是咧看绘图的。你毋是有一个开眼的意思？叔，你是咧看啥？喂，你在看啥物？哇，我这海南字，你甲我看。你今仔日早起新秀食海带。哦，哎呦，生日你来得恐怖啦！我透早食啥物你敢知影？对啊，生日你足厉害的呢！哎呀，你敢知影我透早食啥物？你透早食足济，喂，无啦，哦，免药嘛知。那安尼？到店看到伊拢撇落去，我煞毋知。你当作我通灵了？诶，是你出去卡一块海带，你家己毋知哦，影。有啊，你安尼食个安尼，有啦，你遐，你甲你整的啦，有无啦？阿公你条。哦，就是恁这普通讲的，这人生理这尔啊歹啦，哎。啊，我有一点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好，你讲。就是啊，我感觉我搁过2年就要25岁啊嘛，但是我拢无交过男朋友，真正是足想要谈恋爱的。我嘛感觉足奇怪呢，你明明就生遐水，啊哪会拢无恋爱运啊？你看头前有一个算命先呢，无阮去找伊看觅，好无？好啊，去看觅，我来去。嘿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哦，2位水姑娘啊，请坐吼。啊，请问这2位水姑娘啊，有啥物代志要问阮先的无？啊，要问进前，我先了解一下吼。是。恁2个拄好是咧演讲。什么情形？无啦，先的，我甲你讲，因为我即个朋友吼，你看生了遮尔水对无？哪会拢无查甫缘啊？安尼。系啊，sen的，其实我过甲过2年，过2年就要25岁啊。所以你今年23 23，要24，你这少岁啊？是毋是看袂出来？家己莫安尼讲对啦。啦，啊，你25啊，系啊，无人甲你拍是安怎？嘛无呢，真正无，阮爸爸妈妈拢足烦恼的，咱股票拢摕去卖，想讲较嫁妆传较济，有人要甲嫁妆是啥物？嫁妆，嫁嫁妆传较济，有人要甲我娶无？来，你南德路前倒去我看觅。我现在表要贵呢。真嘞，看手魂。哦，咱看足清要楚。求伊性命上好，我到位遮来。对啊，我搁考一个。你这是有长酒啊？系啊，我等我酒嘛。长酒呢。真嘞，这个感情线吼，毋是真短，应该是有足个查甫介意才对啊。是安怎？但是我想到啊，你有毋对的所在。哈，啊，什么？我先呢是安怎无毋对？啊，你讲啥？我实在是足惊的。其实为你迄个手份看起来有真侪查甫人介意你，但是拢会叫你惊着。查某会落来啊？查某会介看对枪嘛，所以查某会落来，查甫行到美边去。这就是感觉遐心歹徛人。就是讲哦，查甫若挖紧你，有当时会惊着，都毋敢搁挖紧你啊。我以前嘛互伊惊过呢，哟，无怪查某拢会互伊你惊走，哈，是因为伊个啥？你惊着？因为有一较特别的所在。你的特别是讲伊的体质吗？是伊的体质是因为你身体伤虚，还是因为你过敏？毋是啦，伊是会定吼，对空气讲话，无亲像有人伫咧遐呢。
无人伫遐，无人伫遐，我看。对我来讲，真正有人伫咧遐啦，毋是啊，就是虽然别人拢无看的，但是伊就是好兄弟啊。好兄弟哟 ，check it out， 看得鬼哟！你咧看得鬼，看得鬼，耶！你咧看我真得鬼。正看到鬼，看到鬼，耶！我自细汉就时阵看到鬼，有一摆我妈妈带我去看厝，哟，讲落去，去到我咧甲别人讲话，全家拢惊到，结果全部走了甩。哦，等下，听无？伊讲的你听无？全家伙去安怎？伊看甲伊。哎，是。我是讲好，你也是直接讲的好啊。哦，是。有一摆我甲阮爸爸妈妈去看厝啦，结果去后了，我就咧甲厝的内面一个人咧讲话，结果别人看拢敢若遐无人，阮爸爸妈妈看到我怪怪，嘛感觉这间厝怪怪，阮就紧来走。这是真的啊！真的，你看伊讲得落呀？我直接拜，但是佫毋捌发生的。哎呀，真的，真正拢打袂安呢。你敢知原因出伫倒位？什么？出伫倒位？双面胶无够了。哎，我来先咧。哎，先生，阮要安怎处理啊？阮拢对啊你安尼拢袂使谈恋爱。你安尼吼，无查甫囡仔会安尼有敢安尼甲你去接近呢？我会惊啦，你是咧？简单，今对着我的好运啊！这个符啊，我开一张符令互你等下画食食的，毋是免食，你画好了你会记的，甲当做目药点，一工点2斤，2目拢来点，安尼前几日目睭都看袂着，拢当上就爱点，看袂到是先啊，看袂着遐有诶无诶，哦，点7来9工了。这点落我是看袂到鬼啊，是看袂到这世界咧。哎呀，这程度无共款尔，非得你安尼才解决问题，其他一切做啊，都要看你本人的命运。对，哦，是啦。是啦。来啦，紧来啦！我甲你讲，我感觉这个生的啊，有淡薄扑龙讲呢。我看阮也是先来选呐，好不？我嘛是安尼感觉，无我去甲先呢讲者。啊嗨，先呢，今仔日真正是足多谢的啊！这个我会带转去点带酒。是你在吵相痛去，我要惊死。这我会去点目酒啊。好，多谢，谢谢。好，然后来，再过来吼。哎，过来哦。大家都来哦。哎呦，啊，吉啦，咱去来台北拍拼嘛10几档啊呢。是啊，这个表演的工课本来是吼，有一工无一工啦，有一顿无一顿啦。啊，实在我吼做实际的啦。我嘛做演戏的，我想讲哦，咱若是包包的等来下港正产好啊。对啊，哦，安尼歹过啦，哎，还有一个迄个算命单呢，算命单。啊是咱来算看卖啊，看咱以后有啥物未来，啊咱的未来伫倒。好啊，毋算看卖算看卖啊，听安怎讲啊，参考一下好啊。哎，来哦，这两人个车坐吼，车坐。哇，啊，恁两个看起来两眼无神，暗淡无光，一定是对未来感觉真迷茫啊！来，这来这就对啊，吼，拄着阮这个生的，你就透动的。是啊，先呢，我甲阮兄弟哦，两个人安尼离乡背景来台北拍拼，啊，一直拢安尼，惊这个演艺事业拢撑袂起来。拼10几档啊！是，我就想讲，看卖来到遮来问先呢，看卖有啥办法，会反安尼撑起来无？对啊，啊无讲有一档无一档安尼。是啊，恁两个想要撑起来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无一寡本事吼是非常困难哦。是啦，哎啦，阮小弟做在前的啦。我会晓模仿呢。来，表演出来。最厉害啦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英雄，有无？哦，我知啊，小哥嘛。喂，小哥谁呢？喂，不是啦，英雄啦，今仔日真欢喜，大家会当来参加到我的演唱会。我今仔日这个嘉宾叫做也是香港来的，叫做张学友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张学友。啊，英雄，你叫我来是要创啥？啊，演唱会嘛，一定要有一个桥段，互大家看一下啊。
我是要演什么花？我看吼，我演一个病人，你演一个医生好啊。啊，即马就开始演。医生，我耳啊拢听袂到，我有够可怜的，你甲我救一个好无？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们讲好清楚。我耳啊听袂到，连我放屁的声音嘛拢听袂到，你著甲我救一个。这样简单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开一堆药啊，互你转去食，你食的，你就好啊。医生啊，你是讲我这药啊若食，我耳仔就听有无？毋是，这药啊若食的，你放屁较大声的，这是要你放较大声的尔。啊，好笑啦！我笑是真正有咬啦。是啊，你少年家哦，你讲笑话是安尼啦，吼，无怪好笑。袂歹啦，袂歹啦。凡事啊，就是拢靠基层拍起啦。是是，娘娘，要紧，只要认真拍拼，吼，第一个界，不管是偌久偌长个短的时间呢，只要认真坚持你的目标，将来你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啊！哦，这个好处就是12月肉汤。哦。第二句，还有一句俗语来形容，认真拍拼会成功哦，叫做12月甘蔗。拍破啊过来，来两个左边啊，来听。刚才有讲到两句俗语吼，讲这两个只要认真拍拼呢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第一句叫做12月肉汤，第二句叫做12月甘蔗。来赞成第一句，请举手。多人开哈，来迄个。迄个，你不，你个阿妹啊！哎不，你来啦！来这边啦！无你是阿妹啊？阿妹是？没啦！你是小姐？你来啦！你那边我就不懂。恁选12月肉汤嘛？对，恁选12月肉汤。因啊。啊因啊！我肉汤啊，那边甘蔗。对，因肉甘蔗。因为拍拼了，生活过较好，应该就会使食吧。简单哦。啊，袂红真正拢食素，12月甘蔗。12月甘蔗足甜的，足甜的，嘿，足甜的，所以啊，我知影，我应该经这边。袂偌歹势吼。所以就是讲，人若是倒吃甘蔗的意思。啊，这意思。是。老师食解答。到尾啊，袂甜。第一句是12月肉汤吼，像咱咧果子啊，立秋啊，栽种的，咱就讲这安那，栽种的后壁就爱接无稳，因为无用电土去甲稳吼，迄叫无稳。所以若颠倒饼，毋是栽种的咧，稳的。哦，所以即个讲有把握的意思。但像12月天又较冷，迄肉汤拢会坚冻。稳会坚冻，稳冻。哦，所以12月肉汤是稳冻。啊，这个冻本来是坚冻的冻，啊，尾仔变成会冻袂冻的冻，稳冻一定是会成功。啊，另外伊讲12月甘蔗，普通是讲12月甘蔗是头甜尾也甜啦，啊，嘛有人讲12月甘蔗是尾仔较甜，尾甜，倒头甜，所以12月甘蔗是倒头甜，就是愈来愈好。如果头半身甲你讲的，是讲肯定恁两个认真拍拼，后摆你一定会成功，所以后摆成功一定是。稳当的，所以稳当应该是12月肉汤稳当。我后壁你强调一定会成功哦，稳当，一定会成功。所以我甲老师咧讲，啊，这两个是要对一个较好势，差不多意思啦。是，你听有无啦？听有。你解说一遍我听看嘛。哎。来拍破过来。